第八章，耶稣落山，有真侪人跟伊。有一个太高的来拜伊讲：主若肯，的确会互我清气。耶稣伸手望伊讲：我肯，你清气啦。伊会太高连边清气。耶稣对伊讲：你切切毋通甲人讲，只要去将身体互祭司察看，现像摩西所吩咐的礼物，对众人做证据。耶稣入迦百农，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伊讲：主啊，我的仆人患着瘫痪的病，倒伫家内，真正是痛苦。耶稣讲：我去医治。百夫长应讲：主啊，你到我的舍下，我毋敢当。只要你讲一句话，我的奴仆就得较好。因为我伫人的关下，也有兵伫我以下。对这个讲去，伊就去；对迄个讲来，伊就来；对我的奴仆讲，你做这个事，伊就去做。耶稣听见就稀奇，对军队的人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这么大的信心，就是伫以色列中，我也无有拄着。我搁甲恁讲，对东对西，要有真侪人来，伫天国的内面，甲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三甲坐倒，只有本国的子民，竟然受赶到外面黑暗的内面，伫遐的确要哀哭切齿。耶稣对百夫长讲：你倒去吧，照你的信心，甲你成全。迄时，伊的奴仆就好啦。耶稣到彼得的家内，看见彼得的丈母患着热病倒地，耶稣将伊的手一个摸，热就退了，伊就起来服侍耶稣。到下昏，有人带真多互鬼符的来到耶稣面前，伊只有用一句话，就将鬼拢赶出去，并且医好一切有病的人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讲：伊代替阮的软弱，担当阮的破病。耶稣看见真侪人围，就吩咐渡到迄边去。有一个文士来对伊讲：先生，你无论去倒落，我要跟地你。耶稣讲：狐狸有空，天空的白鸟有寿，人子却无枕头的所在。搁有一个学生对耶稣讲：主啊，容允我先倒去埋葬我的老爸。耶稣讲：出在死人，埋葬因的死人，你跟缀我吧。耶稣上船，学生第一，海呢忽然起大风，甚至船互涌要遮坎。耶稣却是困了。学生来叫醒伊，讲：主啊，救阮，阮失落性命啦！耶稣讲：恁这个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小胆呢？对安尼起来，即比风甲海，风甲海就大大的平静。众人稀奇讲：这是怎样的人？连风甲海也听叹伊啦。耶稣既然渡到迄边去，来到加达利纳人的所在，
就有2个服贵妇的人对坟墓内出来，迎着伊，极其凶猛，甚至无人会对迄条路上经过。因话着讲，上帝的囝，阮甲你有甚物相干？时阵还未有到，你就上到遮来，互阮受苦吗？离开因真远，有一大群的猪在遮。鬼就要求耶稣讲：若将阮赶出去，就找阮进入猪群吧。耶稣讲：去吧。鬼就出来，进入猪群，全群忽然坠落山坪，血伫海内淹死了。饲猪的人就逃走入城，将这一切的事，甲贵妇的人所拄着的，拢甲人讲。围城的人拢出来迎见耶稣，既然看见，就要求伊离开因的境界。